咱今仔讲的题目是盐田的记录。咱地球的盐少盐田，像咧一本册共款。你已经把它显落，就像这册共款，你会当显着伊记录，但伊毋是用字咧记录，伊是用各种的方式来记录。记录啥物呢？咱讲过，定值、品质、盐的二亲，就是火星盐。平行的盐洲、碳轨、这个盐站，啊，搁有迄防卡断层、甲褶皱，这拢记录，咱甲看落，咱就会当知影以早发生过啥物代志。啊，伊个顺序咱要安怎看？有两个原则，伊是背下骹去向顶悬。去累积起来，所以咱平直就是安尼，所以 lower is old，upper is new， 下骹较老，顶悬较新 ，is stable， 水平堆积。来，第二件就是后来应用着头前的，the later, a better, the former。这是一个原则，所以照这个原则，咱就会当看捌地球、地站这本册。内底佫有一寡参考的资料，伊像迄字也共款记录，迄就是咱的破折。所以咱用破折来做是这第二代表。这第二代表，咱甲分做安尼。上开始，咱有一个真寒武器，真寒武器，咱的地球表面看无啥物生物。这个时间足长，大概40几亿年，伫地球46亿年的时间内底，伊占40几亿。咱伊到5亿4000万年前，咱的地球表面发生一件大代志，就是这个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。从迄阵开始，咱的地球表面产生足侪生物，咱会晓看到足侪活跳来生物伫地球内表面是安怎发生这样代志？就是因为咱地球表面的大气层产生臭氧层，臭氧层若紫外线冻掉的，伊会害着生物的细胞，所以有臭氧层的保护，咱形成这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。所以开始咱的古时代、中时代、甲新时代，咱古时代有一个标准化石，伊就是三叶虫。三叶虫这种生物，伊伫个古时代海里生存的范围足宽，所以你只要伫个古时代的海里，拢会当看到三叶虫。但是古时代结束，三叶虫也绝种，所以这种化石就叫做标准化石。伊的生存的范围爱足宽，伊生存的年代爱较短，就是伫个古时代。个像恐龙 dinosaur， 伊只有生存伫个中时代，中时代结束，进前拢无恐龙，所以咱伫个这个地站，只要捕着恐龙的化石，咱就知影这个地站就是伫个中时代的地站。新年代就是咱的哺乳类，咱的哺乳类。所以这就是咱的第二代表。当然下骹佫分做期啦，较出名的中时代的，咱讲侏罗纪甲白垩纪，Jurassic Park 侏罗纪公园，大家拢看到。但是侏罗纪公园内底主角 dinosaur 的恐龙拢是白垩纪的，照讲伊爱叫白垩纪公园。来白垩纪公园的原名较起来歹听。我之前有介绍过咱即个演化是愈来愈紧的，所以这几亿年大家对伊较无概念，
但是今仔我来甲你分做一档的时间，好啊，分做一档的时间。1月1号，咱地球诞生。经过足久的时间，地球表面拢是真寒武纪，表面看无啥物物件。伊了当时呢，11月中，较产生一个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。然后呢，空中伫咧12月10号开始出现。伫咧12月25号，空中灭亡。咱人类上原始的人类，伫咧差不多150万年前的猿人出现伫咧12月31号暗时8点。咱人类有问题的问题5000年。以地球的历史看起来，伊拄仔伫咧一档内底，12月31号暗时11点59分30秒，咱人类开始发明文字，原始的文明产生，到即摆拄仔30秒钟的时间。另外，佫有一件代志。咱个白垩纪的图图，主角是暴龙；侏罗纪的主角是翼龙，就是上大尾的啦。另外拢亚阵因拢是恐龙时代。你也知咱人类和暴龙生存的年代，比暴龙和翼龙生存的年代佫较近哦。因为咱即摆甲白垩纪只差7000万年，白垩纪和侏罗纪只差1亿2000万年，所以因的年代是较长。即两件代志甲咱讲，咱的演化的速度是愈来愈紧，愈来愈紧，所以咱这个第2年代表，毋是一个上超安尼长距离的。咱后壁是愈来愈慢，但是因为咱爱写落，所以咱无法度，咱若照迄笑安尼宏观，后壁这个年代拄仔缩甲足细，了后，迄个镜，迄个放大镜啊看无吼，所以这就是咱的第2年代表。好，咱今仔讲到这。